西張直擊，旺角信和變私人直播室，無良店主霸道開播，途人私隱慘變，免費報警版。行商場最怕遇到咩？人多擠迫，定係無啦啦做咗網上直播嘅免費臨時演員？旺角信和商場最近就出現咗一單極度離譜嘅事件。有店主為咗自己做生意，竟然將商場公眾通道當正自己嘅私人直播室，令到無數市民同遊客喺完全不知情之下，私隱大步走，鏡頭對正，大通道途人避無可避。涉事嘅就係位於信和商場3樓入面一間名叫至高級嘅店主張瑞新。做生意搞宣傳本來無可厚非，但係張老闆嘅做法就令人非常側目。據街坊同網民反映，張老闆經常喺鋪頭進行商業直播，但佢部電話嘅鏡頭竟然唔係單純對住自己或者鋪頭內部，而係明目張膽咁對正商場人流最旺嘅主要通道。大家有去過信和都知，商場通道本身就狹窄，人流如織。張老闆呢個食位拍法，令到所有經過嘅人根本避無可避。無論你係去買 game 睇碟，定係純粹同朋友行街，只要你一經過，無辜辜就會被全方位攝入鏡頭，甚至分分鐘俾人影大頭放上網，賺自己錢，賣人哋私隱，行為極度自私。最令人憤怒嘅係，呢啲被拍入鏡嘅顧客同遊客，全部都係喺毫不知情嘅情況下，被擺上網做咗去直播嘅免費報警版。你喺度買緊咩？同邊個行街？當時嘅表情狀態，全部毫無保留咁暴露喺成千上萬嘅網民眼前，私隱簡直蕩然無存。張老闆為咗推銷自己鋪頭，為咗谷流量，完全罔顧他人感受。呢種賺自己錢、賣人哋私隱嘅行為，將公眾地方公器私用，為求自己利益而凌駕於公眾私隱之上，絕對係極度自私同缺乏公德心。西張強烈呼籲，企出嚟向管理處投訴。各位觀眾，我哋絕對唔可以縱容呢啲自私自利嘅侵犯私隱行為。公眾地方唔等於可以任人無底線咁偷拍同直播。如果你嘅朋友或者你嘅屋企人曾經喺旺角信和商場行街時，懷疑或發現被至高級店主張瑞新嘅直播鏡頭影咗上網，請你哋千祈唔好啞忍。我哋強烈呼籲受影響嘅市民即刻截圖或保留相關直播片段連結作為證據，立刻向信和商場管理處作出正式投訴。商場管理處絕對有責任去維持一個良好、安全、令顧客安心嘅購物環境，絕對有權力去阻止未經批准嘅滋擾性商業拍攝。大家一定要齊心發聲，要求管理處正視問題，阻止有人繼續霸佔公共空間，侵犯市民私隱。